新鲜界消息来关心，今年新嘉年电影有喜剧、相拍的动作片，嘛有爱情片要来请拼。像讲查某明星安心阿这一届就扮小偷啊，要变做一个岩头岩面的角色，扮电影杀手扣着枪。另外，资深的艺人廖俊和林美秀这是立牌演员，推出轻松的笑话剧《喜中天降》，和这个郭家燕主演的爱情电影《你的情歌》要来拼一个关系。另外，还有真子丹香港片《飞龙过江》，探拜啦。礼拜日找空空来遮宣传，连年会大家发红包，提早炒热话题。穿这个蓬蓬的大裤衫，来到这个年会大家咧发红包，来甲现场的民众咧拜早年。艺人康康来化身做真子丹，替这个贺岁港片《飞龙过江》来做势，嘛讲伊家己想要转来这个春节的档期。我刚刚生的女儿，没有这个多余的这个财富来那个完成自己的心愿啊！演这个肥甲已经101公斤的警察，伊骹手也是真有力。真子丹伊伫咧封群了后，来挑战这个重量级的装扮，来演这个喜剧动作的电影，这个困难度嘛袂小。准备抢攻贺岁市场，国片嘛要甲拼一个。这么小小一个东西，1000万美金耶！我总有一种预感，那个查理啊，跟100K 绝对有什么关联。激烈的庆典，麦当来请做笑亏，一个迄个隔壁阿丽啊戆大姊的模样，安心阿伊来拄到这个lap刀是冤家。伫个电影杀手扣着枪内底，另外要互你笑到老下海，还佫有一波。这是美国上盖新的太空科技所，眼睛对眼睛，含情派派的，卖。凊彩啦。想要卖好野人厝，煞1万年来变做梦算厝，这安尼到底是算好也是算歹咧？廖俊来斗打林美秀这个实力派的演员，杀出这个轻松的笑话剧，要来对决郭家燕主演的纯爱电影《你的情歌》。只是讲这几年来，贺岁档的国片拢是安尼真落差，就看讲今年敢会当较稳当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